国快艇爬过界，走来咱偏湖，甲西面的海产甲鸡丝拢头提走。甚至外海嘛出现无牌的中国船，海巡压倒来调查。韩国总理韩德洙的弹劾案去互宪法法庭驳回，法院认定韩德洙无违宪，恢复伊总理甲代理总统的职务。美国科学家发现英国学人讲话大脑运作含认知是真相像，目前会在研究这治疗语言障碍的方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韩国媒体讲，这礼拜是政治界的超级礼拜，因为法院要宣判温锡月、韩德洙佮有李在明的案件。先来看去年温锡月宣布戒严，去互国会弹劾，国务总理韩德洙都代理总统职位。韩德洙上任无到2礼拜，因为无爱任命宪法法庭法官的人选，国会就指控伊违宪，而且和温锡月斗空实施戒严，所以共款甲伊弹劾。不过，宪法法庭今仔日宣判认为韩德洙无违宪，就恢复伊总理甲代理总统的职务。按照温锡月的弹劾案的外界咧叫，这拜五3月28可能会宣判。内乱罪部分呢是4月14进行第1届开庭。另外，上大在野党的党主席、民主党的党主席李在明，伊违反公职选举法的案件，拜3月26二审宣判。去年是1审判关1年，加罪2年。不过2审若准无法度平盘，这李在明唔来失去议员的资格，未来10年内嘛袂使阁选总统。南韩宪法法庭24宣布驳回代理总统韩德洙的弹劾案，遂恢复伊的职位。去年12月，总统温锡月因为短时间宣布戒严，去互人弹劾，国会以204票赞成通过。温锡月互人停职了后，根据韩国的法律，由总理韩德洙代理。不过代理较无2礼拜，韩德洙就甲由反对党主导的国会起冲突。韩德洙以超过代理职责的理由拒绝任命由国会选出来的3个宪法法庭法官，所以国会搁伫去年12月27弹劾韩德洙。 현명한 결정에 감사드립니다. 그리고 무엇보다도 총리가 직무 정지 중인 그러한 그 국정을 최선을 다해서 이끌어 주신 최상목 권한대행과 국무위원들 한 분 한 분께 깊은 감사의 말씀을 드리겠습니다. 저는 우선 급한 일부터 추스려 나가도록 하겠습니다. 另外，南韩媒体把这礼拜叫做超级礼拜，因为除了韩德洙的弹劾案，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主席李在明，在2021年选举时阵参加食品研究院的土地变更，也甲向选民发布假消息，违反公职选举法。1审宣判1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1审判决会伫3月26公布。若做无法度改变1审的判决，李在明就会失去议员的资格，而且未来10年内的选举资格会受到限制。 无法度阁参加总统的选举。温锡月的弹劾案虽然由国会通过，不过也需要宪法法庭的认定。为2月25的最后一场辩论，宪法法庭也是无共识，一直拢无宣判，引起韩国民众的抗议。 저는 빨리 윤석열이 탄핵이 돼야 된다고 생각을 하는데 이렇게 헌법을 위배한 사안이 확실하게 보이는데 정치적으로 질질 끌고 있는 헌법재판소도 이해가 안 되고. 前一间韩国媒体指有温锡月的弹劾案，宪法法庭第28宣判的可能性上大。不过，若是宪法法官也是无共识，宣判日期可能会延到4月。若是温锡月互人控告内乱罪，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是宣判要伫4月14开审。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镜头来看台湾全台大罢免，逼出连署造假证据。 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向地检署告发民团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个资法。那民进党嘛告发拿赢，针对立委581个罢免案，讲连署有4项名单无合理、无准算。 全台大罢免一直传伊有死亡连署的消息。进前台南地检署向法院声押国民党市党部副主委甲一个4楼的查甫人。20早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到北检告发民团3度被害，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个资法，呼吁检调卖商战标准。 这些委员呢被伪造的情势，台北地检署也不要睡觉。我们针对的是罢免王宏威的团体，因为这是在台北嘛。那我们各地包括南投各地也都是会同步。我想全国的地检署都应该要站起来，赶快做事比照台南地检署风风火火的效率。国民党自己被公民发动罢免，不思进取，发动反制罢免。 那这个反制罢免里面出现了大量死亡连署，才让大家去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抄名册嘛？结果你们反制的作为就是对公民提告，
对公民来说，只会让我们越挫越勇。同一天，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刘耀林也到北检告发反制点名国民党青年军针对民进党立委吴派玉的罢免联署，错纪律达到4成，转台上悬，其中包含提起进前死亡108人，涉及无满4个月391人，吓死人了！10份联署书里面竟然有4份联署书是不合格的。他们这些行为，真的把中正万华所有的公民跟选民当作猴子在耍。中选会呢，他过去也已经公告过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早就已经认定说吴佩益委员的罢免名册伪造情事是0，很怀疑为什么伪造情事是0，却又隔了这么久才去做告发的动作。全总共35位泛蓝立委进入第2阶段联署，不过国民党地考副执行长领导讲，对着民进党立委的罢免联署补件了后，会使进行第2阶段联署的，100到80个关啊，其中包含吴思瑶、吴派玉这人。现在质疑为安怎，中选会一直不爱公布。不过中选会发出声明，强调罢免提议也是联署名册拢是依法查对，并且含有法定机关像行政机关，不是公民团体，也是罢免团体。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只无牌快艇昨爬过界来骗互海客掠小竿仔，甲咱渔民掠海产甲技师拢抢走，就随选去，走甲看无影。若伫咧新竹永安的外海，嘛掠着一只无牌的中国船，目前是去互海巡押回来调查。中国快艇就安尼出现伫澎湖海峡，当时放军钓小港作业三季，这只无船籍的中国快艇，若是外界掠小港，也强行收走咱国渔民的渔区甲渔获。海巡告场的是，快艇已经走到无看影。抵达通报海域后，仅发现本国籍船只，经询问现场作业渔船，均回复未发现陆籍小型快艇。本队将持续针对可疑快艇深入追查。那快艇渔民迄日透早伫西浅渔场，也看到2只中国大型渔船放落真侪只小船。中国船的干扰行为对澎湖渔民来讲无耐煞也无稀奇，真侪中国商夫也是外界渔船下钓工无开 AIS 自动识别系统，规避海巡追查。12海里内巡防艇的雷达一定会侦测得到，侦测到目标是不是大陆渔船，我们要用肉眼去判别。大陆渔船会在船旁边加装铁棍，阻挡我们的船登检。澎湖海巡表示会请求大型舰支援协助，维护海峡甲渔民作业安全。若是澎湖同一日伫永安外海有一只可疑中国船只，若拒绝检查也逃走。去前面。南名船员拢无身份证明文件，这只无船名、无船籍港甲船籍登记的三部中国捕鱼船，载有50万公升的油料，提供其他外界船的油料补给。前往永安外海西北20海里处查处可疑目标时，发现一艘无船名大陆船舶，那本队同仁立即将其带返台北港查处。海巡组织中国船只外界补给，各将船押回台北港留置调查，有计3个月来做出处分。海巡也会继续监控海面动态，以阻止中国船侵扰咱国海峡，也是渔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几名中国配偶伫咧网络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叫内政部废止居留许可，爱限期出境。因的健保和工作权嘛拢取消。中国配偶是申请停止执行，去互法院裁定驳回。学者认为安尼无啥对，若内政部是强调，这法院的裁决拢有依据，个案若准不好，会使提出救济。新闻出来了，我们确定要必回大陆了，通知一下你。恭喜！唐台镇的中国人合体地步互相拘收，继续廖培雅也因为鼓吹武统，互移民署限期离境。廖培、小美、文琪也同款防废止居留许可证，内政部更加证实，依法因连健保、工作权也拢会互强制取消。在我们对外发出行政处分的时候，就一并通知户政单位取消。不过，事实查核中心当做中正大学传播系罗世峰教授认为，法院裁定未当充分展现保护人权的担当，甲无符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所提起的，会当证明因的言论有直接甲及时的威胁。反倒政府的做法会让两公约变成打压异己的工具。不管是行政系统或者司法系统，对于这件裁决的案件已经做出解释，我们就不多做说明。老世峰表示，个案若不服，会当行诉权定诉救济。台湾就是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绿皮弯弯小我伫台北街路大社公统战，也有绿皮关关表示早暗红旗的插满台湾。移民署表示，针对检举继续查核，另外欢迎采取夜离境的时间是25进前。内政部表示，目前伊还未离境，时间一到就会向强制驱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台南一间电动工厂车外包的厂商保药水，煞无设置甲药剂拢染做火，产生毒气，害员工闻到1个人当场死亡，4个人呼吸道烫伤，6个人身体无爽快，拢送病院。台中大街有一只台电的工程车和沙石仔车，哪像是因为驶伤紧、唔伤娘，伫咧路口相撞，拢总4个人受伤。一个台电的人员是弄甲飞出去，救无回来。这件事故嘛造成当地上千户失电。台北一间火锅店讲，因兜的牛肉逐工拢是台南现台送来的，不过所有民众食完是吐骨头，较真急性肠仔炎。台北卫生局讲会派人去稽查。再来关心国际新闻，在日本当年的春天拢会发起劳工运动，要求加薪水、改善工作的条件。虽然今年劳资双方第2轮谈判，这企业有答应薪水要起5.4%，不过这几年其实日票落价通货膨胀。一寡民众是怨叹生活同款是食歹过。日本上大劳方团体日本工业总联合会日表示，伫今年第2轮的谈判，资方同意调薪5.4%，比起1礼拜前预测5.46%较低，啊，不过也是算了4年来上悬的调薪幅度。日本的劳资双方会伫春季进行集体谈判，叫做春斗。大企业会先结束谈判，尾仔则是中小企业，所以最后公布的总结果会比第1轮谈判的数字较低。调薪消息传出了后，劳工表示加薪互人做事较拼死。やっぱり世の中の物価が結構上がってるので、賃上げしていただけてすごく自分の生活的にも余裕が出ましたし、精神的にも余裕が出て、全体的にあと仕事も頑張ろうっていう気持ちにもなれたので、すごくそれ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不過，一寡日本民眾感覺通貨膨脹的壓力更較大，表示落地也是變變。夫団体職員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さほど上がったっていう話はしないので。ただ厳しいだけになってますね、生活が。日本的经济无好真久啊，薪水甲物价一直真低。不过最近2年来通货膨胀的趋势明显，互日本央行伫1年内已经相关利息3届。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2024年平均工资，平均月薪是33.200日票，差不多是台票7万外，已经是1976年来新高。不过薪资成长也是对袂到通货膨胀的速度。最新资料显示，今年1月的薪资伫经过消费者物价指数调整了后，甲去年比起来也是下降1.8%。公司新闻优派准编译。Trump 选调总统了后，宣布经济政策。那美国国内引起争议，连外国人嘛无欢喜，讲袂愿去美国旅游。而且这物价咧起，美金嘛起价，去美国的观光客是哪来哪少。不过，等到这价能来，因为 Trump 讲要甲买落来，伊成做国际焦点，游客嘛加真济。美国纽约市一向是全球旅客真想要去的所在，近年来就算旅游禁令、汇率也有经济这因素影响，观光表现拢袂伤歹。也不过，总统川普上任了后的关税政策，引发物价起价，加美金一直强起来，加上扩张的野心，也有反移民的立场，两极分化言论，拢造成反感。外国游客取消去美国的有愈来愈多。伫纽约的游客坦白讲，川普因素互因感觉是真怪异。Sur le territoire et que tu te dis ok on est chez Trump, ça craint un peu de se dire ça quoi parce qu'on n'est pas du tout ok avec ce qu'il pense et ce qu'il fait mais en soi las políticas, la forma en la que se ha manejado con otros presidentes del mundo, eso sí me molesta. Sí me molesta. 英国牛顿经济公司旗下旅游经纪公司顶个月底公布的报告显示，原本预估今年到美国的外籍游客会比去年的增加8.8%。进修正正做减少5.1%，这旅客支出也减少1成。观光客内底占的比率上悬，超过1/4的加拿大人，因感觉无好的效应上较明显。纽约市旅游局已经注意到加拿大人取消预定的行程，另外找这旅馆甲百老汇表演的网络找次数也下降。旅游经纪公司讲，由国内外旅游衰退，2025年可能损失大约640亿美金的收入。也让这川普点名为变通目标的丹麦半自治领土格陵兰。
有冰川、峡湾甲海岸这旅游的资源。去年在个首都努克新的国际机场启用了后，已经带来观光效益。直飞航班增加，加上这个地缘政治的话题热度，让互观光客对是更加有兴趣。You don't know what's happening next week or if it's another flag up here or whatever. 格陵兰统计局讲，已经飞往格陵兰的国际航班乘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4%。未来几年内要2座国际机场就要完工。当局希望以此来促进旅游发展，让经济更加多元化。港视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这美国的科学家发现的恶人讲话因果，伊的大脑运作和人类是别共别共。未来咱无的确就会当用鸟仔来研究，针对语言障碍找出治疗的方法。画面中正边两只好皮英哥叽叽喳喳讲袂煞，倒边这只哪些英哥也阁会洗过头去听。英哥学人讲话的能力真强，而且会晓讲的词真丰富。因是安怎做的呢？美国神经学家伫实验室记录好皮英哥的大脑活动，发现因讲话时，脑部运作区域甲模式，甲咱人的大脑中负责言语的运动皮层真亲像。Surprised to see is it was laid out more like a human speech control region than it was these similar kind of areas that we would find in the songbird brain. 科学家指出，好皮英哥前脑存在一群特殊的声音细胞，这个细胞就像钢琴的琴理同款，无同的细胞负责代表无同的声音元素。So if you imagine the bird makes a lot of vowel sounds and consonant sounds, there are vowel cells and consonant cells, and even within vowels, it will make high pitch and low pitch sounds. 研究团队为了验证这项发现的特殊性，也对未晓学声音的斑胸草雀做同款的实验，结果显示斑胸草雀的大脑中并无出现这种有规律的声音地图。这项发现让科学家真欢喜，因希望以好皮英哥做基础，为人类因为疾病造成言语障碍找到治疗方法。And so what I think we want to do is find out what the equivalent region is in the bird's brain, what is actually taking a concept and turning that into a vocal act,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breaks down. It breaks down in Parkinson's, it breaks down with Alzheimer's, it breaks down with stroke. And we don't have a good animal model for this. And now I think we might just have one. 除了理解言语障碍，研究团队也阁希望未来会当更加进一步的利用科技，听把古早的好皮英哥到底叽里咕噜在讲啥物。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英国克鲁福兹高压电今年的上大奖是意大利一只惠比特犬。啊，那今年有一个6岁囡仔牵狗来比赛，摕到格林犬项目的冠军。这个6岁查甫囡仔弗雷迪奥斯本，牵伊厝内饲的狗8岁戴姆拉虎狗，叫做佩妮。伫格林犬的比赛，照规定都要牵狗坐会场一轮，而且佩妮的尾流还阁爱呈现真欢喜摇来摇去的状态。主人甲老狗配合了真斗搭，看落嘛真古锥。现场的观众扑也是拍甲，落尾手因这组摕到格林犬项目的头名。弗雷迪嘛加做英国克鲁福兹狗的展览，历史上年岁上细汉头顶的人。I'm 6 years old and I've won cross. Her name's Penny, and I love about her. She is really good. He just was competing against people that are 30, 40, 50 years older than him. He did a great job. 克鲁福兹狗仔的展览在1891年成立，是全国历史上久、规模上大狗仔选秀的比赛。1991年开始，每一年的春天固定会在伯明翰的国家展览中心举行。4天的比赛，唔但电视的转播，还有各种动物伴相关用品的展览，是真侪介意狗仔人士因年度的大代志。今年有为世界各地来的2万多只的狗仔来参加比赛，经过一轮搁一轮小组的比赛。竞出来7个小组的冠军，每一个是拢2人。最后一天，这场要争取最高鹦鹉奖，也就是最佳电视这个上大奖。评审经过详细斟酌，甲6犬组分组的冠军颁发予这只为意大利来的4岁惠比特犬，以上界优雅的体态、上界健康的体格，也有看到真水色的毛，摕到这届的奖杯，也有200万英镑的奖金。It's really a dream come true. I am truly overwhelmed. Miuccia performed her best. I felt her very relaxed on the leash, so I'm super happy, and I would like to dedicate this moment to all the people who supported me through this journey.
这是克鲁夫兹高压展览头一届由意大利的参赛者摕到年度的上大奖。今年为外国来参加比赛的规模嘛打破6年来纪录，拢总有为51个国家4000只高压来参加。迄人外国的队伍数量上侪是法国，过来是德国甲荷兰，意大利排伫第4。若要来竞争最佳电视奖的7个队伍，有5队拢是外国人。这个穿乌色西米露的利古里、甘缪西亚，这个组合会当讲是乌干仔底导游。因进前捌伫8个国家高压展览，摕到8个最佳电视大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这几年，国外卖少凉水达卖台湾的手测茶，法国就有一间店用台语号名，店名号做来茶。这头家是2个去巴黎读册熟悉台湾人，因希望透过推广食茶，让法国人了解咱台湾的文化。要外甜外济变革，店员拢通调整。不过店内的人客拢是外国人。这是在法国巴黎开的台湾饮料店，创办人林铁群和老虎子2人是8年前在巴黎读流行设计熟悉的。因讲，若珍珠奶茶、像蚵仔奶茶和台湾口味的咖啡，拢真受欢迎。阮其实嘛是会写阮台湾人生活的方式，阮的文化，选你家己介意的茶，选你介意的长度，甲你所爱的物件，所以其实伊是一个现代人享受茶的方式。创办人表示，特别用台语来做发音来开店，除了是因身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嘛希望透过台语甲手测茶，让法国人了解台湾的多元文化。我自己也是后来去到法国，生活了之后，我才有发现说，哦，其实整个台湾真正的核心是什么？再包括所以我自己也本身也觉得说，是想要开始去把台语学起来，这样就是把那个我说的就是失去的那个根找回来，这样子。店内大部是有法国的民众和游客来交关，嘛请未少来法国生活的台湾人。所以，表示，因为法国原来是多元民族的国家，所以因对台湾文化的好奇和接受度嘛真高。法国伊其实是一个移民社会，其实因遮人种就侪，对，我感觉因应该从细汉就。不管是邻居啊，还是学校就接触到就这种无同款文化的。来恁茶兼体会台湾自由佮印度的生活文化。伫咧法国住几若冬的创办人表示，这对外国人来讲是真特别的体验。因讲只要有人愿意因为安尼进一步了解台湾，来到台湾行大，就是伫咧巴黎开店上大的成就感。记者卢尚珠、林晓凯，法国巴黎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